南科 AI Robot 制造基地甲大人大学汇集17个卫星基地，16号伫新光大学中正堂举办机器人嘉年华，现场展示了各式各样的机器人、空拍机、3D 列印机甲互动单位，嘛有虚拟实境 VR 的排球游戏、飞行体验、VR 宇宙顶，嘛吸引侪民众到场参观。科技部政务处长徐有进表示，这届大规模的展览，就是要让大家看到产官学的无限创意。那我们从去年开始，就是我们有一个南科的机器人制造的这个 Maker Space， 在我们南部科学园区啊。那我们陆续就是我们有17个卫星的这个机器人制造的联盟啊。那今天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机器人制造这个联盟大家聚在一起，来举办这次的嘉年华会，就是希望说，让我们这些来参展的这些家庭小孩子们了解说，今天在机器人的这些发展哈，在各式各样的面向上面的让他们能够从这里可以学到这个。不只是在娱乐啊，可以有 for fun， 而且更在教育上知道说这个未来在人工智慧、机器人上面的发展。现场嘛有一个特别的李时珍机器人，透过摄影机甲麦克来评估荧幕前的民众身体的状况，来吸引侪民众的体验。我们会创造这个系统，是因为为了就是因为老龄化社会，所以我们的医疗人口越来越多，但是医疗的相关的人却没有相对应的增加，所以我们想说，利用这个系统可以减轻人力的这部分的问题。这样，随着技术发展的愈来愈完整，机器人的功能嘛愈来愈多元。透过这届的嘉年华活动，嘛，互更较多人熟悉 AI 机器人，体验未来的 AI 科技生活，嘛希望互小朋友成为未来的科技人才。咱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。